我是阿叶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愛。我是小虎，從這道菜，我請來食好食的東西。故說我對料理和煮食都有興趣。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大擺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東西，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和快樂的笑容，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哋，歡迎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喜出發哩，祝紅太大del是。台灣有1100人萬啥嘅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唔驚風吹日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畜牧業係人類遷徙嘅產業，到農業時代，家家戶戶就設家學頭生。到現代來，畜牧已經變成工業化、大量生產、自動化管理，大家就靠冇機會到生活地度接觸到。好在有體驗農場、學家操，提供學生、小朋友嘅來做生態嘅教學。今晡日我哋就來體驗到地度嘅畜牧園，很用嘅來照顧動物嘅哦。哇！見到沒？飛來到呀，空氣當好，心情又當好吧？心情當好，七做八做，哇！草地的芳香。今晡日你要去認識的呀，就是鴉片熊動物嘅飼養員。哦，你體驗嘅辛苦。係啊。咁有停約好嘛？有咯。咁樣安排咗冇約好，咪要再來呢？加載。等下請。對。嘿，龍城。哎，早。高哥早。不好意思，讓你這麼早就在這裡等我們。不會啦。連平常都這麼早工作嗎？幾乎都是這麼早工作。哦。所以呢，今天我們就要來體驗你的工作了。在去之前，要先換裝，要換我們的養牛裝。哦。對。養牛裝。我們有特定的養牛裝。工作更專業。對，就看起來就更專業。好啊，那我們就一起去。好，走。哎，坐。我們最資深的師傅，我們的養牛師傅梁師傅。哎，梁師傅，好。好。香港啊，養牛養一多年嘞。養50年嘞。50年嘞。哇！咁唔是當公牛嘅嗬？從細學到大啊。係啊。咁樣，一早晨嚟嘅阿用嘅高層嘅嘛係。早晨頭來到就生牛欄。老牛生槍啦。哦。生槍嚟餵牛。過後咧。輪呢。然後咧，過後。就變做醫院通啊。哦，就做到醫院通誒。係。哦，咁樣係唔係前半年我哋話來做得體驗人嘅工作？做得啦。為天就咩中央人同下阿用中牛咩嚇？哦，咁樣。
你不你就肯等的做这样哈，一起工作哈。咱们就放牛班就差不多。放牛的孩子，放牛班呢。我建议你来考试。嗰陣時啱啱地都看唔到要乜嘅東西，不過一下啊，依啲地都，然後水果呢一拿到張地擺台咧，嘅鬼片咧全部就黃金嘛，真件當當，然後我老小虎兩聲音，同佢搭邊嘅世界牛欄，清強嘅就會拿到黃金。世界牛欄，我想講，哎呦，我用個曬，跟牛市唔要當初，我家仔。跟牛是錯嘅嗬，跟牛是唔會當初。我呀，你二來會牛，會牛，會牛是草。是呀。哦，哎呀，錯為關於早茶哈。哎，快去快去。來，韓菇啦，那個百慕達草。哎，它有色香的喂，慢味就開始了嗆哎，你那是一斗哎咯。那個早草是公斤。是公斤咯。哦，姑娘生亞語，我行了什麼啊？這個青歌牧場啊，跟南圍場。咩唔到去加工哦？係哦，去加工啊。VP 嘛？用牛絲啊去做這種。哦，就看你按一重的，然後佢就會從到嘅牧草園，然後佢自己就會變做皮料那種。對。哦，我做了就皮。這含義料條，我是做的。係咪有識到？本來講，佢一樣嘅百慕達草嗬，味體就好誒。迄個梁師傅要帶我去割草誒，割嘅牧草，割嘅牧草啊，就會當錢嘅嗬，啊幾條誒。然後我就想講，味嘅牛嘅色，我就忙要拿出來，佢就一身嘛當場，然後會轉完嘛，然後就會有搶啊嘅牧草，想我老佢來出來，來唔出來，因為佢真嘅夾嘅啲狀態。不過看起來佢當場一好色嘅較齊嘅牧草。放這就好了。對，那邊給那邊。這個啊？對。他為什麼吃啊？啊，這跟他們人類吃的白飯差不多啦。對啊，比較沒那麼好吃。沒那麼好吃。對，就是你如果不配點東西，它可能比較沒有什麼。要配什麼？這樣。不然餵這種比較會吃啊。對啊。配這個水分比較多，吃起來比較有適口性比較好，它自己就會去捲。對啊。它出生的時候啊，那接生的話是你會去接生嗎？他們都會自然生產出來，除非遇到難產才需要去接生。我唯一遇到的一次就是在白天的時候，梁師傅也不在，然後有一隻牛在生產，看到都已經一隻腳了，然後回頭再看到都已經生出來了。哦，那時候就把它口鼻黏膜抹掉，然後做好臍帶的消毒，這樣。小牛出生之後啊，有沒有什麼要特別照顧是？基本的話就是地板清潔那時候一定要很乾淨啊，對，因為那個容易感染，然後它的臍帶部分要注意，因為它臍帶剛出生的時候濕的很容易感染，那我們要盡量照顧到它整個乾燥。照顧期間的時候，初乳要喝到這樣，就免疫球蛋白那些，不然小牛基本上就會變得很不好養。它可能像我們它住高床，它有時候可能會磨到鐵，會有破皮，那就要特別注意，要幫它散藥消毒這樣。所以我們要進去幫它檢查嗎？對，要進去幫它檢查。咁乜個生意啊？講乜個200年嘅生意，佢睇頭呢，佢人唔會痛呢。因為佢一搞佢識錯嘅，佢忙唔會識錯嘅，要上行動上嘅身呢。佢咧就看到你就進來吃飯，如果驚你嘛，那就注視一下有沒有傷口。那如果有膿的話，也要幫它擠藥這樣，然後散藥這樣。然後如果沒有外傷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所以這隻應該還蠻完整的嘛。對，它算蠻健康的。對。他什麼？他想要喝奶。想要喝奶。那它這之前有受傷過，可是它結痂了就沒關係這樣。哇，逼成這樣子。那想喝奶，對。這邊也比較開放式的，蠻多有機會可以跟遊客做一些動物的介紹互動的，還不錯的。哇，佢日鬼排耶，排到斜斜。你們冇排隊啊？對啊，出發啦，同乖啊！來啊，來輪呢，輪。哎，楊師傅。嗨，你好。呀哈，我哋話順便來輪呢，哦，拿定呀嘛。空係牛奶空。空埋，我哋一係用樹，哎呀，輪呢。好啊，多謝。我都係呢類，天生過嚟輪呢啊。
这菜是用树的，这样的树干，还有温度，它神奇，它好搞。问题是爱用动物好的，因为就面当久，长个一丝丝的出来，天天，还是用机器较夹啦。因为也还是有爱用的卫生嘅讲究。哦，也爱用机器按样来做呢。哎，掉落去就做的。哦。啊，你这个要决定了。哎呀，今天要决定了。你就真空爆火一出啊。难怪有按头先呢，按头断呢。要开始嘛？现在开始了，开始了，恁走过去咯。现在按用一条做的就一度诶。人嘅率20公斤。20公斤啊？嘿。按用一桶有1多公斤。这一桶就25公斤。25。就25公斤。这是总重量的，另一就100。一200。200。这是头100。这是头按布头100。按布头100。嘿。跟按布头喊到了交了。对啊，下班之前200。啊，那你一条差不多追求一条牛差不多10分钟。10分钟。哦。伟进呢？那你这些工作你也会吗？会。你进来这里多久啦？进来这里差不多1年左右。1年。对。然后主要也就是照顾牛舍吗？对，就协助人照顾。那你有被牛踢过吗？有啊。真假的？有啊。断几根？对，差点，还没断。还没断。像炸炉的时候，梁师傅板2道，就牛不太会踢，就因为板很紧的，所以牛不太踢。这些保护自己的方式，这些如果没有特别去有人跟你讲的话，你可能被多踹几下才会发现，这样就是一些经验的。哦，要一通就做的，然后给倒出来。倒出来哦。哦。拿点啊。哎。那就加几条牛的哦。刚刚都在那。哇。哇！你看一架哎，哎，师傅，哎用来的做什么？你好，拿去煮啊，先煮啊，石头不很起来。哦，生牛是唔强，硬是会有问题啊。养拉肚牛奶米嘛。哎，用哎。佢都頭先撞咗啲啊，冇批到啊，冇批到。上身咩？哦。你看啦。哦，等新鲜的用的牛奶来米洗啊。牛妈妈的味道。香味。哇。猛运通。哎呀，这里运通没？好，给你写标配。好，还有其他落啦。下一个要跟他培养感情，就是要这样子，每天每天都要帮他刷毛，来再过来。他现在在发这个抖是这样，是很爽的意思吗？他以为是有苍蝇黏着他。啊，太小力，对不对？对。啊？玉姐啊，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帮我工作吗？对啊。那就一起来产羊大便啊！你叫我产羊大便？很轻松啦。哦。爱枪一声澎湃，太一个恐怕会大条戏。哦，你看，刚才你嘅牛诶，嘅工作，行正经好多动动，咁用嘅嫩牛嘅姿势，哦，嘅讓下生下來啊，你可以嘅幾片，跟住係喐皮行哦。係啊，要馬嘅啊，要羊嘅啊，要豬嘅啊，哦，我要天行，天羊嚟行，冇人定講好嘅，你養係好嘅。做唔得，做唔定，因為香係寫。用咩羊入虎口？用係羊入虎口。你買啦，對，咁買。用嘅黑色嘅係先妹，用黑做得啦。用係羊入虎口，買就唔會馬馬虎虎哦。馬馬虎虎嗱，我用嘅本嚟嗱，用嘅黑定以上啊，先妹黑色蝦話收嘛。你騎馬，你騎馬。哎，娟姐，今日響下過嚟，聽聽養血馬係吧？漏水，比較危險。哎呀，嗰個叫做騎馬呀？怎麼得了？啊，看得到的煮熟的鴨子吃不到。那可以刷毛啊，清刷毛哦，備馬鞍，就是照顧它這樣。好了，對啊，反正哈，男人都對這個很帥的生物很有興趣啊，能摸到就好了啦。沒有問題。哎，這是刷馬。用的刷毛，這怎麼刷啊？
哎，你的右手右手这个对，然后这是左手，塞进去，对，然后开始先从右手这边，这样刷，从这边顺着刷，顺着刷，对，可以用力一点没关系，它不怕痛，对不对？不会，哎，刷完就换这个铁刷，逆着刷，逆着刷，对，把里面的灰尘啊、毛屑刷干净，来再接着顺着刷下来，这个对不对？对，哎呦，好像很舒服的样子。然后这边应该是脏脏的，那你这样刮一刮，刮一刮，对，然后把里面的铁屑敲出来，对，敲出来，哦，哎，这样就干净了。那你再换后半度，换这边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要先用这个，对，没错，一定要先来一个，就顺着它那个毛的那个长相，对不对？对，哦，跟刷毛舒服啊。所以跟它培养感情就是要这样子，每天对啊，每天都要帮它刷毛。那它除了这样刷毛之外，不用洗澡吗？要，每天都要洗澡啊。洗发精吗？如果它特别脏，我们会用洗发精帮它洗，搓身体。来，再过来。他现在在发这个抖是讲是很爽的意思吗？他以为是有苍蝇黏着它。太小力是不是？对。啊？刷毛蛇其他讲咧，出去唔怕筋强通，身体唔强通咧。一只做数那个铁咧，刮，有上铁出超顺了，其身体唔会通皮当盆哦。像我们要帮马清它的脚蹄的脏污，那我们就要用蹄刷、蹄钩，会不会很危险啊？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啦。先要清的时候，先拍拍它的脚，那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哦。好，他就知道。然后这样拉起来，嘿，然后开始清它的蹄。把它里面的大便木屑清干净。清干净。对。它这个马蹄铁多久要换一次啊？1个半月。1个半月换一次。对。它是用什么钉上去的？对，我们有专业的钉长食谱。好专业的。对。它钉上去不会痛，它那个蹄不会痛。就像人的一样，弄指甲、剪指甲这样子钉上去，那我们都会弄到它的安全距离。所以它每个钉马蹄铁之前要先磨过吗？对，要先磨过，因为它就像人一样会长指甲，那每个月1个半月会长长。对。所以每次检查蹄有没有受伤，有没有那个对。对啊，因为马的脚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来一下换后脚。后脚。对，后脚一样，先摸摸它，抬起来，放在脚上，也要这样切。我刚开始来只是想说赚一点零用钱，那做了大概3年左右，就开始慢慢有点兴趣，因为前面真的很辛苦，很想离开，身体上的累劳累，对啊，因为刚来什么都不会，就是什么都要学。我们清完蹄毛刷完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帮它上马鞍。上马鞍。对，然后这一块是汗垫，然后这先铺上它的背上，这样铺上去，然后这个汗对着它的肩胛，这样毛拉出来嘛，它放上去，然后过来就是鞍子，对，就是马鞍，一样放上去。这是单人座，对不对？对，这是单人座。有双人座的马鞍吗？有啊，我们这边没有。因为我看电影很帅都在女主角跑来跑去。嗨，然后我们这边。这是肚带，然后这要放到另外一边，把它拉起来，收紧。所以呢，我就传给你，对不对？对，你可以传给我，这样子我比较好作业。它就只有靠这一条绑住而已对。现在呢？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肚带收紧，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放脚蹬，因为我们人上去要踩着。就是靠这个在平衡的，是不是？拉下来。对。那两边都要放下来。那这样就可以骑了，就可以骑了。对啊，那我们还要上缰绳还有缰绳，就是控制它方向那个，对不对？对，那是对控制它的方向。那如果没有这个骑起来会不会很难骑？就空的会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对啊，而且对马的脊椎也不好。这样子对啊，那像我们都准备完成，那踩着这个就可以上马。好一个走马上的大官的感觉来了笨蛋今日有讲做得骑马的，可能当天果然不会摔唔停，结果天公伯唔上来落雨，因为落雨天哪拜拜，马冇法走，故说有欠上去啦，冇走到啦，当大伤。比较一定会有意外危险，就是类似摔马、坠马、被马踢伤之类的，这都要小心。前阵子才摔马，因为我们马比较胆小，那受到惊吓，它就开始暴冲横冲直撞。那就是我被甩了下来，然后就滚了好几圈，要送急诊。颈椎有受伤，这边。
对啊，有受伤，那休息大概1个月，所以这个工作比较危险。吃饭喽！哎 ，hello， 哎，玉姐，哎，我来了，现在要换来找你，然后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喂他们吃饭。不需要进去喂。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进去喂的话会吓到他们，因为他们生性比较胆小一点。好。哎，奇怪哈，我看那个马都一批一批的有自己的房间，为什么羊呢全部都住在同一间呢？因为羊它们是群体的动物。哦。对，马的话它会比较孤僻一点。如果他们的个性不合的话，关在一起会打架打架的话，通常受伤都会很严重。但是羊，一般人讲的俗语就是羊群效应，就是羊都是一起行动的。哦。哎，月姐啊，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帮我工作吗？对啊。那就一起来产羊大便啊！你叫我产羊大便？很轻松啦。你对我不好。不会啦，那很干净啦。真的吗？对啊。我们现在厂区里面养的所有动物都是非常温驯，可是动物毕竟是动物，所以有时候不确定它在不开心或是肚子饿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跟客人或者是小朋友在讲解的过程中，必须让他们很清楚知道说，牛的部分因为体重比较重，所以它只会侧踢，不会所谓的后踢。那像马的部分，因为我们厂区有马，所以马的部分会后踢，不会侧踢。这一部分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要让那些小朋友更清楚知道说，我们在这边不单单只有养动物，而且要把一些所谓的正确的一些养动物的一些正确的知识背景传达下去。这2位同事也是跟你一起工作。对，因为这项工作需要的人手会比较多，时间也会比较长。按细件嘅房间地度、八面地度看到係臭錯嘛，唔過嘅臭嘅下杯全部就係黃件嘛，然後看嘅細阿妹嘅啦、細阿哥嘅，你就全部都嘅產嘅勇士，真件當初。有没有很臭哎？羊大便味道就是在这边。充满了100万颗皮蛋在这空气当中，你绝对无法想象。习惯了吗？习惯了。你是习惯这个味道，还是习惯这个工作？习惯这个工作。我觉得这味道我永远不习惯。这个味道真的永远都不会习惯。这多久要清一次啊？通常也会定期清啊，要不然这太厚了会。很难清掉，因为你是要照顾它的一天，然后它包括它的床啊、它的食物以及它的洗澡之类等等，所以要比较有细心，然后爱护动物，然后要比较有责任心去完成每一个动作，然后要小心翼翼的让它好好的过完这一天。按太以來，特別安全咧。老鼠的接群，然後佫還有去命倒去，這樣的感覺，1神7。有漂亮嗎？有腳啊！有哦，來給我。養愛吃噶吼，切啊！在很香，用这个中印度的卤的味道嘞吼。我养菜个有水唔得，肉唔卖唔得咧错，哪拢该搭配落去？愛唱一首紅牌，太個恐怕會打掉時。要不迄個體育班吼，微通物啊，物事啊，黃金萬兩。係啊，
镇里要用的方式替代。讲真，要附近的吼，还有说中有机农场诶，系嘛？带你哦，收集食材。去夹个片，做西饭菜啊。做得咯。好啊好啊。来。你看，按用镇里都按用几行的哈。当政策。哎呀。有冇？当时马街菜就有诶。你看到冇？有机吴大哥。就黑 K V 啊。就是啥？来，请。安爷这小伙。那个9间。安爷冇看到。看，哇，人家片哈，种的菜很多，规太片的咧。你要时间多的时候，我哋要尽量进去做农田的菜。今日吼，我哋煮饭不给小偷们咧啊，畜牧业是啦。古时候，我人家有机吼，摘菜。好啊，冇问题啊，做得啦。哇，一台房哦，哎呦，就等于矮掉咯。做台湾外面是同木重做过，学过马的啦，所以是有感情嘛。所以你一天都听的啊，唔好听拍杂，做些。系啊。自动去做些。OK， 冇問題啦，嘅行啦，好，嘅做得，好，嘅你。會做些，佢未會做些，啲。向下嚟。那本來了涼咧。哇，哦，人家嘅溫室地度，菜全部就種到地度呢，哈。係啊，我哋全部都種蓬豆度。哇，溫室嘅花朵。今日要拜託人嚟聽鹽雞啦。鹽雞啦，藝術雞啊。有啊，有得。我用聽雞燒嘅有嘛？用啊。乜嘅農場？有機農場。沒聽過。你沒按用有機啊？你睇這裡的有機啊？我聽過，我跟你講那個雞嗎？沒啦，佢做乜學雞啦？雞係人係聽做事，你哋點樣看啊？好，你看啊，你飲落。飲落。嚟，按你落嚟。好。幾落？按用幾多位做出來冇？唔會啦，安尼味道下公家必須。哎呦，全部就是搶的咧。好啦，安尼落嚟。下公家噃。落嚟。哦，要按到幾時咯？葉子，我想八卦布哦。一幾時喺人係聽尾配呢？哦，人家有機按用就會講，然後用雞絲尾皮，然後是蟲誒。基本上聽情人是蟲誒，雞絲是喺講순싸啦，所以安尼配喺咪做食用嘅喂，好啦，安尼嚟，安尼頭雞片，好啦，基本2-3樣，全部都鹽咯，藍。全部有啊，愛拿藍咩？哇，動詞嘅。有少少嘛？嚇。有少少嘛？溫嘅。溫嘅。係啊，嗰種少嘅咁樣嘅感覺，唔係講捱到煲嘅地度，煮好拿起來嘅感覺，嗰種溫度係，就係人體的溫度，就係給人然後做幾度是幾度，蒸不出來，哎呦拿起來溫溫嘅時候，咁樣嘅甜蜜，也係當滿足嘅咁樣嘅心情。亂飲嘅嘛，阿嘅冇安尼做嚟摘菜嘅。好，摘菜，你摘菜。重點來哈。哦，一地度就係溫室按用嘅種植哈。係啊，地底度安尼就算蓬豆度嚟種菜嘅。哦，佢老老伯。講呢哈。嗱，佢一地度有當到菜種啊。安尼摘咗前面好拍好嘛？好啊。原來老伯買嘅菜啊，做乜會上到暗醬？也係有講究嘅，除了講要當有耐心嘅去照顧佢，還要到佢要煮上嘅時間，連個菜就有講究哦。哇，看一道菜真係很齊哦。有錢哈？什麼？唔係。老一菜送俾我哋。安子些。幾多？好，帶咗去剪。好。唔過呢，我知道哈，根本真係當什麼俾我哋落一大味。做些飯菜，然後呢，你要幫我哋聽音講有機農場係按用起。我睇個朋友咩？咁樣好誒。係。一個朋友。係。唔想我什麼嘅？聽講嘢有請。中意什麼嘅？那做菜幫我食。有請。鄉下嚟呀？鄉下嚟牧場鄉下食飯啊？好啊，如果是當然好啊。竟然好什麼嘅？好食雞卵。
幾耐？拍菜。啊，真係用啊！好，我兩個就邊方。跟用什麼啊？唔係，給個李正平。好，聽他們來啊。那個安子。OK，冇問題啦。好，可以。長大年啊，吃想在它健康。梅干扣肉。我想要吃炸雞翅、南瓜濃湯。三杯雞嗎？没有挑食啊。喂，呀哈，你嘅平常邊度喺哪邊？埔心市場。我咁講，即埔心市場啊，全部就客家人，客多。唯一美中不足嘅，樂意。我樣基本願意合作嘅。好，你話合作。唔去做些飯菜。好，嚟做些。嗌你放鬆。好啦。好，來。大家，好。我想去問一下，來，我想去問一下啦。我客家電視台歡喜潘總有個節目，我嗌伊咧平常啊，變到嘅中心路口，嗬。我一下嗬想去搶，然後係向下放鬆一下。講啊客家係講有正規嘅菜啊，所以人啊變到個平常啊，偏偏我去煮菜脯嘅牧場嘅熟豆腐嘅顏色啦。會啊。做得嘛？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電視台嘅歡喜潘總節目嘅莊慶燕阿燕咧。我係在埔心嘅，我姓林。今半日咧，我哋愛去煮菜脯。牧場嘅熟豆腐嘅顏色，歡迎大家來種菜。喺平常種出個中原路嘅路口軌道咧吼，希望大家吼都愛各位是全部種喺條街。歡迎大家唔到出菜，捱出嚟，大家共下來煮一餐上網嘅料理，來味落你嘅熟豆腐嘅顏色咯，希望大家按住食。好，希望大家，謝謝，希望。厲害哦！來，棒哦！什麼？當佢自家騎到嘅市場嘅蘆筍，然後唔知怎樣嘅開菜啊，吃到當排食，後來，我發現哦，真係還有個泰國，還有一位阿姨。係人係聽書宣傳咧，我講法哦，有陣時講東道邊啊，可能大家就講哦，看那個就算咧。唔過，我看幾條圖嘅宣傳嘅時間，點到嘅各位嘅市場來買菜啊，又係買菜嘅鄉親啊，點到會多看一下，又係你熟悉嘅人哦，佢講乜嘅話，我很認真同佢談。因為我覺得這個食物銀行的概念很好，那我很願意跟他們分享，我很開心。條家，我係客家電視台。基本嘢我嚟煮菜一盤嘅牧場嘅顏色啦。我就去歡喜潘總。我當上人下工啊！是啊。醫生米就好。是啊。唔過咧，我就喺牧市場啊聽數做些了，幫伊好嘛？好啊。好哈。今日落去咯。好，聽做些了吼。聽數買嘢嘛？各位鄉親父老大家好，今日就貴寶天啦，今日做嘛？我嚟買嘢啊，送咩？我買嘢嘛？黃魚嘅嘛？黃魚，我睇面。我以前咧買嘢阿伯嘅時候啊，佢堅持講一定要講客家話嘅，佢真係本意打家菜硬會講客家話。看佢食樂意甜哦，10年以後呢，唔過，我要弄下下工就好。大家，你是苗友，懂白咯？你是苗工哦，冇多冇減，做得好，穩定好，安息。耶！當辛苦就係個做一次啦，享受啊，因為馬上看到佢親到獎勵啊。嗰條員工畜牧業真辛苦，我喺度咧就講來分享呢一條東西，做一場不一樣事，客家歡喜。
这片有鸡肉，拿来钱呀买鸡肉的啊，條架。條架唔好唔好唔好。條架羊係嘛？條架羊，好。條架，今日生意好嘛？啊，今日落雨啊。哦，我啷講，我根本日啊，我去牧場，然後我探咗半個熟透溫嘅顏色。古時呢，我想我哋啷做西灣菜，然後啊，我做得啷做乜嘅事？切骨條啊。好哦。一係技術，一天才去學嘅，先落去，刮拉落去，哦，把那過來，浸佢啦。哦，哎呀。將佢拿嚟出。將佢拿出，然後等下先。呢邊才到過來會議啊。哦，一邊過來一邊。漂亮哦。有漂亮嗎？有腳啊？有啊。哦，厲害厲害。那個來。買雞肉，一嗌切架，嗬，切嘅，條架講埋切嘅。買呀，好嘛？哦，唔撞嗰個 pose 啦，嚇。當然啦，再啲啊，嗬，就人家老公講，一硬嘢咧，嗬，當切嘅骨頭。你按咗幾多錢啊？條架？拿起去煮了。哦，70條，根本你買到就看到。哦，好，謝謝，70條。哦，按住先哦，條架，我要讓做到成啲哦，然後要切到骨頭哦，哎呦，要做到些啦嗬，要做到些，哎做得溫人嘅雞肉嘛，做得，好，多，呀，兩杯好嘛，來，對，生米先咯，先冇嘢啊，好，生米先咯。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照顾动物的人很辛苦，所以我要分好吃的东西给它吃。老板你好，我们是客家电视台啦，好啊，今天呢我们是欢喜办桌嘛，我们要去办桌给那个畜牧业的吃啊，畜牧业的农场的吃，牧场的吃啊，所以呢，我想跟你结缘募点食材，用打工的方式。可以啊，我问整理菜吗？摆好好不好？阿姊好，阿姊好買乜嘅？買黃瓜好啦。哦，內瓜哦。今日要做麻菜用到內瓜。拉路。哎，拉嘛。拉好。大哥，放一下哈。哎，称一下。我拿袋子。30塊。30塊。對，30塊。直接30塊。你看你套一扎嘛，30元。庆獎那個阿姊有買乜嘅？咩？香港電視台。我買完，你不要做麻菜。好，搬走了。哦，按住這樣子，我買乜嘢菜嘿？買好了。買緊系列呀。3種有。哎，按住誰？我拿哦。你要問老闆，老闆娘。我去幫你賣很多東西，你都沒來，真的啦。員工不動啊，沒有東西少掉啊。其實今日後來突然間出現的時候，我係下講做生意冇看到，我是面皮較盤啊，反正我做生意菜有溫度就好了。沒有接觸過這種工作，可是我相信做這個行業應該是非常辛苦的。呀，都一定要看書上嘅時間咧。偏講吧，咪唔落意。看下哈，我蟲嘅啦，乜嘅啊？我馬鈴薯啦，馬鈴薯。係乜嘅啊？豬乜啊？總體。好啦。哎呦，差唔多，因為你有去抽煙嚟啊，好冇？攞一點就要你啦，乾煙啊。哎呦，應該來。拍照。他之前也有在這邊待過。他以前叫弼馬溫，你知道嗎？專門養馬的。哎呀。壯牛咩？做嚟做。哎呀，壯牛老師哦。壯牛咩變史書啊？哎呀，變史書啊。哎，好出狀元哦，哈。好。
总算做得发挥安尼转场。真嘅啊，这个吼，根本你来体验都记得嘅西头过向我发现吼，隔三年就做得有去搞嘅转场，你做出来就做出来。攀照，乖乖的攀照好。嘅按样嘅专业，你真係冇辦法。一樣今日做嘛？今日第一次我嚟做可樂餅。哦。好，我根本嘅我一下我先去做嘅啊，嗬，係咁樣嘅，馬鈴薯沙拉。馬鈴薯沙拉。係。好，開始了哈。開始。來。暗用的情啊，你听出来老毕业拿起来？来。哇，要6年了哈，跟你们体验了你们的工作，真的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们体验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工作。对，我们先干杯好不好？好，干杯！你干我随意。按烧你记住南瓜汤呢，我个干杯慢干杯。哦，会录过哦。好温暖。各位不知道，这个是我们农场的主人，吴先生，他之前也有在这边待过，而且还是你这一份工作。你们的学长哦。学长哦，好，超然哈。为什么这年？哇，30年，你那时候没来，你才来10年。他以前叫弼马温，你知道吗？专门养马的。哦，今日你引打最鼓好吗？来。好，开始。这个是洛梨鲜沙沙拉，好，来。哎呦，那拿过来啊？不，这个来。哎，这个拿哈，这个洛梨是高营养。植物性脂肪，对吗？对，虾呢是小虎去虎溪市场跟我们的客家乡亲募来的，打工，对，收蛋堡，很好吃，就是锅网，有吃过有没有？是摩安或是在。有，告诉你们，我今天呢，本来是准备要来野餐的，我本来今天是要来野餐的，可是呢，真的是天公不作美，落水啊，对呀，不能爱都跟大草原野餐的呀。那就是生活搞那个游戏耶。对呀。结果落一冇办法。哦，不是有后餐呀，你们亚洲哈还有点补汤，还有做的哎呦。抽哈了是吧？你们有在就是这个园区里面这样子坐下来吃饭过吗？没有。调价會買嘢。都係啊，來咗做些，佢嗱一下好像去唱安呢嘅師傅來講一下，呀都要做幾多年？我第一次做15年。15年嘅時間。哦。
都在你木下去甲做培木场，退休还有我们10月是跳行哈，过来那边编书来。哦，你老经验咩？本也着后生人，一点咩嘛个建议。去上杭州啊，就有经验嘛，有问题问啊，问就会了解。对通我较好，就叫做问熬。也喺英语来最讲嘅吧？哦，最教嘅吧？应该知道师傅要讲嘅嘢几吧？要脱离啊！要脱离要同学使用哦。啊，吳先生咧，你有乜解去問後生人建議嘅？認真去做啦。就像師傅講嘅啊，做久了就會有經驗。對於自家的未來，自家好好去想。自家的路還不要慢慢行。可能要上網打電。其實都什麼嘛？就什麼睇㗎？就講用唔到自家嘅用心嘛、愛心嘛，然後照顧也就會通過，然後本人哋嘅小朋友誒，教育按照胎胎，為什麼你做乜嘅牧場啊？按難請就唔懂到後生人會做啊，他們還蠻難得的，還願意做。唔關啦。唔關啊。唔關，因為人較少嚇，比較孤單啦，冇人來做啊。不喜歡對牛彈琴，我唱啊，鬼聲音就喜歡對牛彈琴。都啥運氣啊？如果以牧場來講的話，就是可能以環境，或者是像說以辦公室跟我們現在牧場的話，就是現場可能接觸到像說動物，可能甚至說會接觸到一些可能他們一些排泄物部分，可能以現在年輕人來講，可能比較不敢去碰到這一區塊，然後就是可能就是衛生問題啊或什麼。可是如果以真的我們真的有去讀過書，或者有深入去了解之後，才會知道說其實這整個的過程，其實我們有做到一個所謂的管理，把管理制度做好。其實整個包括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印象，覺得豬是不是很肮髒啊，或者是不喜歡洗澡？其實他們是很愛洗澡的，他們越就是每天只要你照3餐幫他們洗澡，他們是越開心，長得是越好的。真的？對。眼見每一樣吼，醫生人都講，醫生嘅推人成分好啲啊唔同樣，因為啲啊生活富裕，比較從業中嘅愛流汗咧，就像講嘅，講難聽咧愛鏟屎嘅，係嘛愛做個辛苦嘅工作後生人就可能平都係閒嘅，做唔愛閒。你去便利店就可以度吹冷氣，你可以講話看工作吹冷氣，唔是很嚴嘛講。做講做斯文啊。係啊。這邊講要做人農業邊生研出愛佢本身有興趣，免是接觸按用型嘅工作嚟先讓做得。所以也咩係呢個推廣。係啦。但用細就都容易做。係啊。你消費都賺到副作品你大家看到佢就會寫，就會知道講，不管你做乜嘅事，就會唔會散忙，就會受到尊敬，就像係你嘅梁師傅啊，係啊，做久嘅就變師傅，就變先生誒，懂嘛？就會出頭，就會出頭，係啊。來關係啦。咩人講愛讀書當最多先生，壯牛咩做嚟做先生，好嘛？壯牛老師哦，壯牛咩變師傅啊？對啊，變師傅啊！超。行行出狀元哦，好，謝謝你們啦，謝謝你們。好，謝謝啦。有你們的認真努力，對啊，給我們下一代很好的教育，用動物去教育他們，然後謝謝你們照顧他們，謝謝。要負責任、細心，而且要喜歡動物。喜歡動物嗎？超級喜歡，所以才會選擇在這邊工作。就是責任啊，要把一些就是畢竟動物要把它顧好，這樣對啊，就是該做的都還要做，對，就沒辦法不要偷工減料這樣。這個行業其實講來聽點是很有危險性的，對，那按部就班很重要，那正確的工作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堅持夢想，我感覺幸福。